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成功岭有一个二等兵，昨暝9点应该爱返去营区来休假，但是伊昨暝7点外是塞车载着乡国的朋友到成功岭3号门口的便利超商的时阵，因为担心体能的检测未过，薪水会减一半，会减大约1万外块，所以就趁朋友落车部分的时阵，甲车驶咧走。昨暝军警动员到伊婚姻的老祖厝来找人，顺利找到人咯，甲带转去军营来做调查。白色的修理车插伫成功岭3号门头前便利商店的停车场，载车的人是准备要转去军营休假18岁学习步兵302旅姓赵二兵。趁伊阿兄的朋友落车食薰无注意的时阵，目库塞车离开停车场，入去营区。最近有点敏感嘛，做好那个准备。遇见违规就有点掉以轻心的感觉。集军团接到消息，随通知警方调监视去找人。根据了解，姓赵二兵入伍过外鬼，有个的身份，应该伫站9点外等营区报到休假。伊7点外的时阵，驶前人的车载阿兄的朋友到成功岭3号门头前这间便利商店的时阵，原本计划伊入去军营了后，即刻将车交予阿兄的朋友，予伊驶转去婚礼的老厝。因过伊所趁阿兄朋友落车食薰的时阵，将伊等伫成功岭的门口口，家己将车驶走。官方调查，姓赵二兵行国道3号，即个接第61线西边快速道路一路往南，驶对婚礼的大西乡。当天暗时，伫伊的老厝找到伊的人。情绪问题，趁有人下车吸烟，独自驾车离去。至于外传有欠债压力，或是持刀胁迫友人，目前初步了解都不是事实。集军团表示，姓赵二兵因为烦恼家己体能的检测未过关，落部队了后薪水会减一半，超万外块，压力真大。无想要对军营才驶车回去厝，无算当兵，敢若当算超过时间，无回去报道。4月时阵，伫南北八军团也发生着1年级义务役的阿兵哥逃兵的事件。过个9月，成功岭也发生1年级义务役超过时间，无回去报道。这个姓赵二兵已经转去军营，将会接受悔过处分，也就是禁止伊放假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